起来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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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大家播声。哎，这条道路通台湾，通台湾，台湾。水文化的路，对大江内海啊，沿山海圳的绿道，行过内海啊，甲大圳的路，来乌山头水库，林脉北田有益，感受北田技术的生活甲工课。刷落来，阿良、阿强咧，要亲入潭门水库，行向找找潭门起源头起源的路。潭门水库，伊有够大个啦，叫我山头水库比海是大足济呢吼。哎呀，你看这 view 看过山海，海，山海一体，这算海？你有一种海感觉嘛，对不？确实确实，嘿啦，大甲做亲像海诶，啊。人咧讲海天一线，这就是山海一线的感觉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哎，这够啊！哦，来来，个手者。看要创啥？哎啊，我来，安尼有差。有差多安尼，我一安尼就有差。下款。潭门水库大坝，坝顶宽度236公尺，水库正常满水位是227公尺，是全台欠水量上大的水库，也是全台上悬的土水坝。哇，这悬哦！土石坝。潭门水库是上大的水库。我印象中较早伫课本内底学校课本内底嘛有讲啊，系啊，就是拢讲啊，全台湾上大的水库就是潭门水库。所以讲潭门水库的水有济啊少，其实对南部来讲，这种影响足大的。反正唔拿南部咧，中部什么的应该嘛是拢做影响。应该加减有淡薄影响。系啊，所以讲你看，这个所在有影是足重要的。过来，讲到重要，伊就来。所以应该嘛最重要。说来，这张应该是最重要的。盗图条件，请找出图片的地点，大坝改善竣工纪念碑。到图片的地点会得到一张盗图，这本4篇盗图就当拄到关注。找大坝改善竣工纪念碑，敢是头前？啊，不，咱来看卖。好，行。呀，看这形，应该是迄个吧？应该是迄个形容啊。是这个啦。对啦，看伊的形，对啦，这个啦。顶面就迄个。顶面啊。犀利哦。哦，你看，进嘛，2、3、4、5，总共5张。啊，所以第一站就是这个碑啦。嘿。哦，大坝这个改成工程的竣工纪念碑啦。啊，所以这是第一个，第一张。第一张啊。啊，咱来去找。第2张。来。随讲随来。随讲随来。好，看一下。好，潭门水库哦，前往潭门水库，观景台欣赏美丽风景。哦，这都是桥，观景台你有去过无？无呢，你敢有来过？我有去过一道，你来。好。超级大个呢！系啊，迄 view 有够好个啦，迄方向有山，有无？啊，你甲看位遐看过，有够畅快啊！真正。系啊，人家看了后心情有够好个。吹着啊，倒图。第二张。第2张这是倒，这就这这座桥嘛。看，来。来啊！来，讲来话来就来。应该是第3张吧。找出潭门水库的渡船头。渡船头，这是伫湖边啦。湖边唔就伫这边。就是这边的款。行，回家落去看。老船啊。系啦，船啊，啊有水面呢，就含迄拄只手机啊，迄张图同款啊。小共有无？细哩，哦，这今仔日游客嘛足济呢。嘿啊，足闹热的，你才先看到。哦，你今目睭真介好。我今日目睭足好的，这啊。好，安尼我甲你下来啊。第3张。第3张，所以讲即马查第4张甲第5张。这是。来啊，随讲随来。找出图片的动物，这是啥？这是。它是猪。顶悬这图是蜡叶。蜡叶。蜡叶。敢哪有看到啊？拄只。这敢有猪啊？这敢毋是水面？
对啊，你是要去倒做啊？啊，这只和猪啊有什么关系啊？啊无，哎就是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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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哦嘿！我是伫遮等恁足久啊。拄则有收到信息啦。嘿嘿，你讲，我互你甲你分享者，嘿找这是辣叶啦，嘿找猪啊啦嘿，啊，这水库敢有这动物？有啊，免怀疑吼，我已经甲恁安排好者，对我上船吼，啊，咱来找就有吼。安排好势啊！嘿啦，这好康哦我来讲，咱都捡袂去。嘿啦，你放心啦。还是阮就是夹在手袋去啦。咱两个敢是猪啊？敢袂真载咱去买？没啦，没没啦吼。阮遮是迄个吼生态保护区吼，嘿，连猪嘛袂使掠哦，吼，连猪当嘛袂使掠啊吼。好好好，安尼咱来，咱来。来，咱来上船吼。即摆咱这个水库吼，伊全长吼有16公里，上宽的所在有13公尺的1.3公里的位置。这个大坝，这坝头吼叫土石坝，而且吼经过友谊大地动吼，完全拢无代志。都无倒。哎，足厉害！啊，那个含迄个乌山头水库有淡薄相像，敢叫是？伊个技术拢伫咧北电有伊个迄个技术，迄个有含这个有关联的对啦。嘿，咱这水库吼下面吼是原来是一个大埔乡，大埔嘿，所以呢，即摆迄个咱即摆顺利走的所在下面以早是一个足大的乡哦，乡镇内底呢有电影院啦，啊柑仔店啦，吼。啊，咖啡厂啦，吼，啊，足济种植田啦，逐项拢有足齐全的就对啦。啊，你毋知这个为什么叫十文水库？唔知吼，因为伊甲我相款啦。为什么我会姓陈？你毋知影？哦，因为阮老爸姓陈。嘿，嘿哈，这十文水库是因为吼，是伫咧十文水库，十文溪顶游，吼，所以叫十文水库。我叫是讲，是可能是去的人姓詹。姓詹啊，无可能嘛有人姓文啊，怎么讲？所以就是因为詹文溪，因为詹文溪啊叫做詹文水库安尼。是啊，是啊。这是山猪岛，山猪岛啊，是安怎号做山猪岛？山猪岛是咧讲咱即个蒲台叫做山猪岛。嘿，哎，这个山猪岛吼，随时吼为随着这个水域关家吼，咱拢会甲耍。啊，每厝啦要来的时阵吼，带贵宾要来啊看的时阵吼，阮拢会放音乐。放落的时阵吼，啊，猪仔吼，慢慢地会来活过来。伊知影讲吼，阮有带一寡贵宾要来甲伊互动安尼，足欢喜的。我真正唔捌想过，这詹文水库内底竟然有山猪，看到想讲，足神奇的呢。是迄上甲阮朋友讲，这有山猪呢。迄野猪啊，听到迄歌声啊，就自动就走来河岸边，我感觉足趣味的。山猪岛，要下。哦，豆豆，嘿，第四张。第四张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会害咧。嘿啊，伊伫水面上啊。有够紧的。哦，你比好。动物园更较近呢。你好。你好。哦，小拍。看起来只哪亲像久的较济哦。系啊，无看到迄个作品。系啊，伊的沙地艺敢若较少哦。毋过伊那边拢生了无啥共款咧看。系啊。所以讲你甲看，这区边生态资源其实足丰富的。无错。啊，是安怎会遮尔啊丰富啊？因为咱这是一个水资源保护区吼，袂使咱呢也摇啊日吼，啊袂使黑白起厝日，所以呢，这大自然哦保护了足好、足完整的呢，遮呢植物也好，动物也好吼，过得足快乐的安尼，哎，是安尼关系。所以讲都无一寡人为的迫害啦。是。啊是咧，因为你看遐嘛有白灵丝，啊再讲有山猪，啊搁开了足侪花。安尼老师咱刷落来，就要来去找辣叶。嘿，来，我带恁来找。三文水库钓鱼平台，咱毋是要来找辣叶？无问题，老鹰即摆住伫咧对面遐，树仔顶吼，对面遐拢树仔顶，啊，咱先来钓鱼吼，钓的时阵啊，阮遮钓鱼吼，唔免用鱼哦，这靠运气的呢，唔免靠技术。所以讲，你的意思是讲，
伊是家己上高的，对，无错。伫遮吼。嘿，对对。我毋捌钓过鱼呢。你放心，阮这个保证班。保证一定钓会钓嘿啦，好啊，钓我相信。钓无，阮就感觉足歹势，啊，所以无嘛爱钓到有啦。好啦，我有信心啦。好，来啊，咱就来钓吼。第一道钓鱼啊，毋过伫咧水库钓鱼啊，嘛是头一遍。啊，家己钓鱼啊嘛是头一遍。啊，老师，咱这水库吼，毋若有山猪啊，有鸟啊，啊，佮有鱼啊呢哦。有咯，足济哦。我咧讲吼，等下迄阵吼，你也看迄老鹰吼，迄落来时阵吼，有时啊就是看那白灵犀啦吼，啊暗光啊鸟吼，落来咧食鱼啊吼，哇，伊嘛是对咧抢哦。哦，是啊。顶悬你食就是咯吼。哦，你看。哎，要来啊，要来啊！哎呀，你看啊，敢是？对啊。哦，有看无？哦有。哎。迄真正有够济啦！嘿嘿，这比来，你也去啊，你也去啊！伫咧遮吼，近看吼10公尺以内，就往看这老鹰吼，比迄个卡布里较精彩吼。可我毋捌遮近的所在看到辣蟹，鱼啊，伊一瞬间就冲过来，就掠就去啊呢。掠迄鱼啊的时阵，我真正是离阮的眼睛看到因迄个动作，哇！真正是厉害呢！哇！我都在遮呢！哇！一二三四五，我5只。哎，来，你走足济只，也毋是5只尔。哦，我走多只。我甲你讲，你骹手啊较慢，你个我迄鸟啊拢来啊，迄辣蟹嘛来啊。你骹手若无较紧的哦，小等你的鱼就拢用。这鸟足巧呢，安怎讲呢？来看哦。哎，伊若像迄海林人来咧掠鱼的时阵吼，认为讲有啥物有鱼啊，就通啊捡安尼啦。哎，好来放好鱼哦。放生。今日无要食。哎，紧倒去吹哦。哦，拢等伊啊，等伊找伊妈妈。好，转去。哎，等下两个，看到这点我才想起来。拄则讲爱看山猪甲辣蟹。系啊，嘛看到啊。啊，辣蟹看到啊，毋过我敢若也无看到迄第5场斗图呢。你今日目睭较好。我做，咁唔执管。有可能敢会藏伫厝尾顶。无啊，这拢无啊。伊啊下骹有无？下骹，我无看到下骹。下骹，你是咧做这哟？哎，你倒位捡到的？无事，等下恁就知啊。小豆，我手机来念。安怎？什么意思？大埔和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理事长哦，对关注走水水库内的砖头大埔关注。哎，对，歹势，我就是关注。哦，关注你啊！最后一张就你咧关注遮。歹势，我记是讲你捡到的。别。安尼关注。来，阮会当甲打起哩吼。来，第5张，完成。我来一个手两拍者。这其实，安尼完成啊！哎，安尼，阮就爱对阮的关注去。讲要找找这个水库内的砖头啦。所以等下恁应该对我来行行。好，安尼咱进来。好，欢迎，哎，咱来。好，行，行。啊，我即个来拄好嘛是来先说摆啊，后来看嘛这附近有啥物水流木会使用。水流木什么意思？水流木就是有啊，像咱即摆旁边看的，伊迄只要有一寡树啊，若倒去啊，可能去就伫山顶去互冲落来，哦，也是讲伫边仔倒去啊了。即摆若是伊涨水，伊就拢会卡伫边仔的边仔遐。啊，其实你来看像迄这一寡这拢是相思木，相思木吼，伊的柴较硬。阮甲即个木材摕来做社区用做的另外一种方式。要做啥物啊？到时你也去看，你就知啊。反正你就对我来行看看的啦。好啊。用在地角度来去欣赏阮这个所在。来，安尼咱会再上车。好，就这。好。